家好，又係我伴讀書童啦。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家長非常關心，甚至夢寐以求嘅課題，就係開竅啦。講起開竅，我諗大家由細到大都會聽過㗎啦。但係今日我講呢一個呢，當我做緊縮圖嘅時候呢，個腦海忽然間仲有另外一個詞語叫開竅。我阿爸嗰一代嗰時係咁樣講，咁一查之下呢，就話開竅都有呢個講法嘅，原來都係大同小異嘅意思。如果用武俠小説嘅世界嚟形容開竅呢，即係一個武林高手突然間打通任督二脈咁未通之前你點教佢呢？點逼佢呢？都唔識嘅。一旦打通咗呢，內功同埋悟性呢就爆發式成長啦。咁究竟小朋友呢有幾多歲，同埋邊個時候先會有呢種情況發生呢？咁樣其實以我觀察呢，通常呢個黃金期呢都係喺5、6年級㗎啦，發生開竅呢個情況。當然肯定有啲例外啦。大家如果有嘅係可以喺留言區度講我知嘅。咁你屋企小朋友係咪小學3年4年級再之前呢就已經有呢？如果係咁樣咧，真係恭喜你啦！喺之前嘅影片講同大家討論過意識嘅話題，其實開竅就係意識建立之後嘅意識覺醒，所以我喺呢個片度個主題有先後之分嘅教導好係堆堆砌砌，但係咧逐件砌有次序嘅。咁開竅嘅小朋友咧，咁就通常會邁向成功㗎，因為當個小朋友意識覺醒之後咧，佢哋嘅世界咧對學習嘅態度咧已經喺佢眼光度進化到咧比以前咧好高層次啦，更加高。咁明白自己做到點解要做，點樣做，就點樣行，就係咁解。咁有家長會問啦，伴讀書童點樣可以幫小朋友催化呢個開竅嘅過程有人講開竅係一個知識同埋經歷混合出嚟嘅產物，要開竅就未必要經歷一啲咩驚天動地嘅大事甚至可以用啲互動嘅，有時睇一套電影、睇一套劇集、讀一本書有啟發性嘅漫畫都得隨口咧。好多例子都可以講，咁都可以成為佢哋嘅思考嘅火種嚟嘅。而喺呢個過程度呢，我哋喺做父母呢就極之關鍵啦。咁就千祈唔好話過度保護啦，跌過痛過啦，碰過釘啦，甚至中過伏啦，都係好事嚟㗎。只要係啲事呢喺合理同埋安全範圍之內呢，俾佢哋體驗下學下。舉個簡單例子咧，你去大考試，咁你唔會喺考試度咧嚟試自己啲嘢噶嘛，試下識唔識噶嘛。咁你一定係平時功課測驗嗰度去練習噶啦。嗰時唔識唔緊要噶嘛，咁唔會拿自己嗰啲前途嚟去玩噶嘛。所以日常生活中咧，我作為書童咁見一啲事情咧可以俾個女咧去試就。俾佢試啦，唔會提點佢先。咁有限度嘅痛苦就會加速個成長係一個催化劑嚟嘅。當累積到一定嘅程度最適合嘅體驗痛感混埋一齊，咁小朋友咧就好大機會可以去開竅。睇到呢一度，你可能會問哎呀，我個女咧個仔咧未開竅睇個樣好似呆下咁樣喎，咁點算咁唔好急，每個小朋友咧都唔同噶嘛咁我哋父母嘅就俾創造多啲開竅嘅環境，豐富佢哋嘅知識多啲帶佢哋接觸世界，睇多啲嘢讀書聽嘢睇啲有內涵嘅嘢俾啲空間佢哋。安全嘅範圍內咧，佢哋可以去錯體驗下，咁做好心理嘅後盾啦。佢哋跌咗啦咁
就搭下膊頭啊，攬一攬啊，咁啊稍為安慰啊，咁就冇問題啦。當你有呢個條件嘅時候咧，有一日佢哋就會咧明白父母噶啦個苦心，咁佢哋即係會更加會有個目標去學習。講起開竅啊，以我嚟講咧，有一個經典嘅新聞個案，即係有個 O 嘴嘅同學啊，咁當時咧就放榜啦，升中放榜啦，就通常電視台去訪問啦，咁有3個小朋友嘅，大家都可能都記得㗎啦。咁前邊個係講，後邊有一個 O 嘴嘅咁一時間咧喺網上面爆紅。雖然大家個焦點係後邊個小朋友，哇，好搞笑喎！但係咧，你聽下睇佢嘅3個嘅小朋友嘅眼神講嘢，其實咧呢啲係已經開咗竅嘅小朋友啦。佢面對咗呢啲開咗竅嘅小朋友咧，咁佢父母咧基本上咧就唔使逼佢點讀書噶啦，佢哋只會安排時間，自動幫佢執行好清楚自己條道路係點樣行啊！喺現今社會咧，咁夢想同現實呢個目標咧，首先要有知識啦，達到領悟啦，未來做啲乜嘢啦，咁佢哋明白咗要有資格同埋入場券，呢啲開咗竅學生咧已經揸住咗噶啦，佢哋好明白，咁根本唔存在咧就逼讀書，慢慢讀書未啊，做咗未啊，佢哋會自己嚟噶啦。講到呢一度。其實由選擇衍生出嚟嘅，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後續嘅概念。選咗之後，咁啲小朋友點樣面對啊？咁呢個咧後續都好重要。咁我會之後喺啲影片度專門開一集去講俾大家聽嘅。手頭上仲有好多主題排緊隊咁靠大家支持住啦。咁祝大家咧喺育兒路上咧有一個最適合、最正確嘅選擇如果你喜歡我嘅影片，就記住多啲點讚、訂閱、分享。咁我哋喺下條片再見啦，拜拜。